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鲜读书台，头先就来报人在。中国取消入境管制措施，台湾也宣布，对1月初一开始，中国入境旅客就要做喙烂体检，阳性来隔离5天。做兵延长到1年，可能规划大学前3年修课，第4年做兵。另外，也要来取消检发替代役和专种替代役。台中昨有公车弄到一口罩3个人，一个妈妈甲婴仔是当场死亡，老爸轻伤，司机目前是以10万块交保。因为中国取消入境管制措施，代表中国人会当4假去出国。咱的指挥中心也宣布，对1月初一开始，若准中国入境坐直飞航班的旅客，到台湾机场拢爱做喙烂体检。若准是检出阳性，就要进行5加 N 的居家隔离和自主健康管理。若准是对这小三通入境的旅客，犹原是同款的。也来讲到咱国内疫情是连续10天拢增加，今仔日就27000外本土病例，今仔日加顶礼拜3来比呢是增加46.7%。国内疫情2倍新增加27942例本土个案，以新北市5000外例上最，台中、桃园、台北各有3000外例，高雄甲台南各2000外例。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25人死亡。因国内疫情清悬，加上中国对1月初8开始解除入境的限制，有加细群大批民众返来台湾。行政院苏贞昌早起临时召开扩大防疫会议，决定对中国入境直航班机来推出管制做法。1月初开始，对北京、上海、成都、厦门入境的直航班机的旅客，也有小三通来台湾旅客入境时，拢要做喙烂PCR检验。所来使登记大个所在进行0加7的自主防疫，若是检测结果阳性，比较民众进行5加 N 的自主照护加自主的健康管理。我们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变异株，那能够及早侦测，那所以我们要侦测的这个变异株，我们要做基因定序，所以需要这个 PCR，那所以我们才会采取说这个唾液 PCR。指挥中心讲，台湾即阵无开放中国观光客入境，所以锁定直航班机甲小三通入境的人，加强边境管理。为期1个月，超过1个会有3万人次的旅客由中国来入境。实际上来到桃园机场，已经未少台商已经回来了。机位很难定，我从8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才回来。啊，所以你在那边工作？哎，对的。然后多久没回来了？这次？快4年。过年现在已经有知道说，台湾回上海要到2月底才买得到机票了，基本上要到3月才有办法回去。目前我们看起来是，我从那边到台湾的这个4个机场的需求是现在的这个订票率都大概4成5成了。1月7日起，来往两花免隔离，是不是可能增加2花航点？交通部讲，2花原有定期航班有够啊，就是中国限制飞航班数甲航点。那中国解禁，原有定期航班应该有够。记者综合报道。烦恼这中国开放民众出国旅游，会把这疫情传到世界。亲像日本、南韩、印度、意大利等国家，已经针对中国游客要求因入境就要做体检，或者是团。一个上婚姻去进前呢，就要上传这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算最近中国的疫情爆发，不过防疫的手段煞颠倒松头，就伫宣布明年1月初8要开始取消入境核酸检测，也有中隔离，并且恢复民众出境的旅游了后，有关旅行的数税加7倍到10倍，机票价效嘛对咧称悬，佫真有效。这个病不可能消失，这跟感冒没什么区别。我是非常看好旅游业回暖。不是有真侪国家，亲像日本、韩国、印度、意大利，面对中国强强的旅游潮，都唔敢放放放。中国本土からの渡航者および中国本土に7日以内の渡航歴のある者すべてに入国時検査を実施するということ。उसको देखते हुए चीन, जापान, दक्षिण कोरिया, सिंगापुर, बैंकॉक सभी से आने वाली फ्लाइट को तुरंत ही एयर सुविधा के माध्यम से सभी पैसेंजर को。中国外交部第27强调，基于秉持科学的原则，优化防控措施，需要各方科学抗疫，携手共进，保障各国人员安全往来。中国从疫情爆发了后，就严格执行清零的政策，到尾也煞爆发白纸运动，雄雄伫这个月初要来放零防疫的限制，刷落来确诊数称悬，有中外专家经过济岁人的疫苗注射率，全国加强针注射率拢真低，医疗体系无有够额的配套措施，恐惊讲会致使200万人死亡，而且还佫爱预防出现新的变异株流去外国。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即马兵役制度有改变，对这民国94年以后出世的查甫囡仔，做兵拢爱做1年。不过伫咧读大学期间，会当前3年甲大学的学分拢读好煞，第4年就去做兵1年。教育部表示，相关修法配套，伫明年初的时阵会和学校抑个学生团体交换意见了后，规划出具体方案。校方真自由的建国中学下晡的时阵，有少数学生请假等去厝的，除了要去看病，也等去厝的准备指考。由民国94年了出世，就是今年的高三学生，业绩变做1年。心情难免有点受影响，就觉得待在军中这样1年，其实对我们来说人生没什么帮助。其实还是有点反对的，除非是那个兵役的训练课程可以加强，那或者1年就真的是比较 OK。根据国防部的规划，越南会在大学期间同时完成学业甲学业。那缩短1学年的时间，互学生修完学分就采行1+3的方式，甲应修学分集中第3年完成。大学也是放宽学分修习上限这方式，未影响到学生这生涯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大学的养成还是有一定的规划，修业年限从4年，然后缩短至3年，把整个课程要做大变动。我不认为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先去训练3个月，以后当兵这3个月是有算的，后面的这9个月是再来这个安排。因为役期时间延长，一定影响到这批越南未来的规划。有学生团体认为，会使理解这个役期延长的必要性。不过未来做兵的期间训练新兵的量能是不是有够？也有教育部配套的做法，也拢有待观察。我们的训练场地是否足够？那我认为这个在未来1年之内，但要迅速的到位，也要来跟役男做详细的沟通。这个还要跟大学还有学生团体，我们要做讨论。我们明年初的话，就会跟他们讨论。对着延长役期，可能在教育方面影响学生实习者的安排甲规划。教育部表示，相关修法的配套做法，必须要兼顾校部甲教学的运作，一定模拟出甲学校学生团体交换意见了后，规划出具体方案。记者自综合报道。义务役对自2024年开始恢复变作是1年，内政部代理部长华景群今日表示，接落来替代役标准会变较严格，那种符合一般体位的人，拢是爱做义务役的，会先来停止94年处以后的役男申请减发替代役，而且以后也袂有专种的替代役啊。上色是上外面。详细开会讨论设计课程内容，加做测试训练老人手骨的活动，替代役男侵入社区来做长期照护服务工作。如果是一般替代役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2张少运可以去社区里面接触一些长辈啊，跟长辈互动这样子。根据兵役处的资料，咱国即阵替代役有一般替代役，包含家庭因素替代役、宗教替代役、甲具备外交、体育、文化这专种的资格替代役。也个提供研究所以上学位申请的22项职业别研发替代役。疫情指出，现阶段针对94年处以后的役男停止申请研发替代役，也有专种资格替代役。其实有专业职能的这个部分，实质上仍然很有机会在服役的过程，在国军的相关体系下得以发挥。针对94年次以后的这些役男，就会停止所谓的这个研发替代役。专场替代役如果取消的话，会比较像是有这些专场的替代役，他们可能就没有一个管道或一个平台可以有更多的发展。自己本身是硕士出身嘛，那他们对于研发替代役而言，其实都是针对于给硕士申请的部分。那其实我相信这样对一些硕士的职涯上的规划，应该会有蛮大的一个影响。强化国军的训练，替代役伫申请资格受训的内容，拢会比以往严格。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表示，这是对的方向，强调未来国军的军事训练中，科技训练会是重点。学有专精的役男，依然对伊的专才来安排。记者自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宣布，义务役做兵时间延长到1年。这国防部长邱国正今日到立法院拜会在野党团，国民党、民众党拢讲支持国防改革大方向，不过也要求讲，这配套措施就要做好势。蔡总统宣布兵役升级，义务役延长做1年。国防部长邱国正礼拜到立法院拜会在野党团，寻求支持。邱国正讲，少年人对役期延长难免有无确定感，会伫真正实行进前做好准备工作。我们要求国防部必须跟全民沟通，不要造成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的不安定。
包含训练的内容的精实，还有后续这个役男权益的一个保障。那有涉及到跨部会的沟通，我们还是呼吁国防部要化被动为主动。另外，团出民进党团准备将兵役刑制为查照案改造审查案将原本的行政命令，并做立法院有3个月实施审查。民众党批评集中党是政治攻防，国民党也有要讲，纯粹政治攻防而已啊！你只是要把所有的在野党说你们都来背书了啊。那假设是民进党团把备查改成审查，我们党会追究政治责任。法案预计29号会送出行政院，依规定只要送立法院比查就会当生效。也毋过，若有党团提案改审查，上紧就要等明年3月新会期开议了后才会当处理，并要延长，敢会当伫立法院顺利上路，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地动来登去的台铁花东线局里到富里路段，即马已经修复完成，今仔日也顺利通车。台铁表示，讲目前列车是用降速的方式通过都修复好势路段。元旦假期过后，若准列车通行无问题，加上有监控设备，伫旧历过年期间的车帮就会登到正常速度。而且花东的旅宿业者也是真期待，因是希望讲恢复通车了后，对观光效益有正面的提升。礼拜早起，台铁花东线恢复以往的无营，918地动了后，中段100公的用力到富里段将有恢复通车。头一班花东的区间列车恢复停靠在918地动了后受损严重的东里车站。台东民众将免盘车，也免烦恼讲坐不到下一班车，用真放心坐新竹中和到台北路。方便啦，就很开心啦，这样子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台铁局长杜美调工坐头一班对台北开到台东的泰鲁过后，5到4点钟就到台东路。亲身体验列车以时速80公里，加速稳定通过修复路段，也过桥。杜美讲，过年期间有机会恢复到原来正常行车速度。如果这个桥梁在这一段期间呢，它是稳定，那我们会逐渐的分阶段的提速。花莲甲台东两关挖库铁路带来上水观光客，元旦甲过年的订房率，第东线铁路恢复通车，可能冲到90%以上，是不是客满？也可能刺激明年花东观光的效果。从花莲的中南区一直延伸到台东的北区，这一块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的廊道。那因为铁路不通之后呢，对于这个的中南区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对我们未来的228假期啊，甚至未来很快的要进入3、4月的这样的一个旺季，那这样的一个交通运输，当然对旅宿业我们是非常的期待。台铁强调，由你到富里段的铁路抢修提早80天来完成，不过也是会继续来监控修复的路段也过桥，确保这列车通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东到枋寮南回线的复兴号，昨开出最后一班车，这最后的列车行入去历史，未来会由 EMU 500型的区间车和机工区来服务咱的民众。以后咱就看不到这款上车落车爱用手去揪车门的火车了。为着要送台铁尾班的复兴号最后一逝，台铁还阁加挂80车厢。不过这车状况无像班配遐尼好，着也是有铁道迷和社团的学生特别请假来甲复兴号小送别。我父亲的话是在铁路局服务，所以我说我这辈子是吃铁路奶水长大。那基本上对于这种交通工具我都蛮有兴趣的。小时候坐到大到现在，也蛮有多回忆在这一台车上。也希望这次送他也是对他一个尊敬。复兴号自1981年开始上路，2002年3月简化车种，真济复兴号自北回线摕落来，敢若留4列伫个这个台东到枋寮的南回线咧行。27发出最后的尾班车，正式行入历史。这款质地的车门，就永远看袂到啊！台铁嘛，正式来行入全自动门的时代。所有的折叠门都已经慢慢的淘汰掉。我们期待的是900型的新的区间快车，是提高对旅客的服务。然后早上有2趟，下午的那2趟是用一般的莒光号来代替。陪伴台铁的旅客行过42年，迄款熟悉的南北身影，这边就要真正来行入历史。未来复兴号是不是保留成做文化列车？台铁讲要阁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高雄南环山区有民众翕到这乌蠅伫咧车路顶头走，国家公园甲乌蠅保护组织拢证实讲，当地确实有出现蠅，保护团体甚至伫10天内接到2届的通报记录，互有游客伫安全的情形之下，互乌蠅空间。另外，花莲的岛家乡秀兰部落也有乌蠅走入去街条，农民无适限制掠乌蠅，通报了后，佮配合采摄影机观察，若要得到乌蠅，心态将近8000块，这是全国头一个。这大路里走的乌石动物，互民众惊一个，原来是台湾乌蠅。迄个人伫南环山区看到乌蠅伫走，国家公园甲乌蠅保护团体也证实这个消息。在南横公路的管制时段，我们同仁在道路巡查的时候，也有发现有黑熊的踪迹。有乌蠅妈妈防护的黄美秀教授指出，这2-3年南环山区的乌蠅通报数例明显增加是好消息，也显示这边人为干扰来降低，栖息地维持好，动物就会回来了。熊屁股尿流在路上一直跑，其实就我做熊的人看起来，其实会有点舍不得，因为那个熊其实是被惊吓。熊如果在路上跑，我们车速就降低。如果甚至更安全的情况之下，是停下来，让熊从容不迫地离开马路。花莲也出现乌蠅，岛家乡秀兰部落这个街条，1甲2日拢有乌蠅走来。市过人通报了后，配合甲这个鸡甲饲料搬走，加是摄影机。2、3、2、4依然有翕到乌蠅，了解市过人得到林务局颁发的乌蠅生态，给付奖金8000块，创下全国的首例。我们会看到那么大一只黑人在那边趴着喝水，然后他就那个熊就刚回头他一站起来，哇，我就赶快跑，哇，这是黑熊。我们也发放了熊铃，还有一些防熊的喷雾，那也希望民众能够及时使用。林务局花莲林管处讲，这样种类上最一年的产量16万。那农民发现蠅出现伫个公寮、龟条、鸡子园这农事活动范围，拢使向林务局通报，希望带动民间到底来救护乌蠅。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进前捌批评罗西亚出兵入侵乌克兰的罗西亚议员安托夫，最近伫咧印度度假，却传出死亡的消息。顶礼拜，互人发现讲，伊对3楼顶头摔落来，死伫饭店楼骹。另外，做伙去度假的朋友伫前几天也因为心脏病死伫咧同一间饭店。外界质疑讲，伊的死亡原因是无单纯的。拄满65岁，有议员身份的俄罗斯烟枪好野人安托夫，最近和一个朋友去印度旅游，但是无想到有2个人拢伫遐死亡。印度的警方指出讲，顶礼拜安托夫的朋友因为心脏病发病过身，安托夫有可能伤心过头，对饭店的3楼落落去死亡。目前无法度证实是意外还是想袂开。根据俄国媒体报道，安托夫捌伫6月批评讲，俄罗斯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民众的行为是恐怖攻击，但是后来伊佫撤回伊的言论，改讲支持总统普廷。对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了后，已经有真侪俄罗斯的好野人是一个离奇死亡。安托夫的死因嘛引起真侪怀疑。俄乌战争拍甲打已经超过10个月，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至少造成7000个民众死亡，到其他单位统计是有几万人。部分反对台老百姓的俄罗斯士兵，拢叛逃加入乌克兰阵营。这么检查顿涅茨克这个互破坏修道院的士兵，就对俄罗斯来的。Not fighting against my motherland. I fighting against some zombies, and I fighting against Putin's regime. Not against people, but against evil. 逃走的俄军是组成自由俄罗斯军团，为了保护搁留伫俄罗斯的出来人，因是真低调，避免身份洪灾。Ну, у меня ребенок здесь, я хочу для своего ребенка хорошее будущее, а не такое, чтобы он рос в норм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У меня девочка. 这逃走的俄罗斯士兵看起来是真有勇气，但是俄罗斯国营媒体是讲，这自由俄罗斯军团只是俄军的宣传手段，并不是真正的战斗武力。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到美国几落的城市受到暴风雪吞踏，致使因圣诞节假期有几落千个航班停飞或者是延后，其中以西南航空受影响上介多，也因为这已经不是西南航空头一届发生大规模取消航班的情形，防即期因的营运量能超崩。美国的运输部目前也正在调查。数千航班一班煞着一班取消，机场大批旅客着急等待，因为雪落未停，美国耶诞假期全国交通大乱。
Well, my mom was supposed to come in on December the 23rd, Christmas Eve, and her flight got canceled initially. So we rebooked, and it got canceled. 北风势上严重的地区是芝加哥甲丹佛，连带影响全国至少6个机场班机延前也是取消。西南航空这礼拜逐天拢有超过2500班次停飞，拜三停飞数量佫较是占全国取消班机的87%。航空公司表示，一直到确认服务会当正常运作进前，真可能会继续取消班机。也毋过看到客运走道无咧处理的托运行李，民众质疑西南航空的经营管理有真大的问题。I wasn't expecting to find my luggages, and I literally had nothing. And Southwest didn't want to pay for anything. I haven't gotten any other notices from Southwest or emails, so I don't know that they have handled it even per se. 事实上，西南航空伫10月运输尖峰期，就要取消数百航班，即马煞无看到改善，班次伤过密集，软硬体设备老旧，真歹应急。西南航空营运量仍超载，美国政府已经下令铁闸要为民众讨回补偿，嘛无排除对航空公司进行罚款。公司新闻两岸编译。讲到巴西总统的当选人卢拉伫元旦特别来就职，而时说传出讲，这极右派前总统支持者要伫咧油公车顶头安炸弹，想讲要来制造意外，加在有先掠到嫌犯啊。官员表示讲，首都会安排全部警察，确保总统伫就职典礼迄天是真安全的。巴西警方顶日伫首都巴西利亚一条通往首都机场的道路上查获藏有土制炸弹油罐车随拆除，立时顺续逮捕54岁嫌犯索沙，佮超出大量的枪击弹药甲爆炸装置。索沙承认安装爆裂物，目的伫新总统卢拉就职典礼进前制造混乱，也表示包括用炸弹炸发电站扰乱电力供应的计划，目的是阻止左派卢拉伫巴西建立共产主义。警方已经以从事恐怖行为罪将伊当场扣押。后任司法部长迪诺强调会升级维安，确保总统就职大典宾客的绝对安全。Existem nos finais de semana o aumento do aglomerado de pessoas, mas isso vem acontecendo naturalmente dentro. 嫌犯索沙疯狂支持极右派前总统波索纳罗，今年较早充满暴力假新闻的总统大选，波索纳罗伫决选以淡薄的差距落败，无公开承认败选，颠倒鼓励支持者继续抗争，数千名公职分子就起义伫军营外战赢，要求军方武装叛变。前司法部长迪诺25推文表示，这爱国者基地已经加做恐怖分子甲暴民的所在，会采取措施严厉打击。Principalmente por conta desses últimos acontecimentos que tiveram ali com a prisão do Georges, a gente aguarda.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受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影响，这欧洲国家的能源价格拢大起。咱来看西班牙，因对3月开始就推出这现金补贴、减少税金、限制租金等等的政策。就算这电钱有降，不过民众面对物件一直起价，因的生活压力犹原是真大。当地政府已经是连续3届提出补助，这补助金额若准甲加起来，也超过台票1条4700亿。受到新冠病毒疫情、俄乌战争引起欧美对俄制裁影响，全球能源价格，特别是欧盟的能源价格大起，带动发电等生产成本、甲食物掺日用品等生活成本跌入去。面对在野党的严厉批评，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为3月开始，小连续推出现金补贴、减免税关、限制租金等措施，相信这波的援助内容也是差不多。En segundo lugar, aprobamos una ayuda de 200 euros para más de 4.200.000 familias con rentas de 27.000 o menos de 27.000 euros para compensar la subida de los precios de los alimentos. Y por último, establecemos una línea de ayudas directas a los agricultores en compensación con el incremento de los costes provocados por el aumento del precio de los fertilizantes. 连同3月到6月推出的补助措施，300个总金额达到450亿欧元，大约代表超过1条4700亿。除了现金补贴，这个经济援助内容也包括主要事务的价值税归零，配合欧盟限制发电用天然气的计效等等。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较早推出的限制发电用能源计效已经使11月物价指数年增率达到欧盟上低的6.7%，其中电价降价幅度更还是达到22.4%。
查，不过是无继续游玩继续去。10月到11月年增率拢是创下15%派记录。西班牙后一摆的国会大选有计伫2023年12月70举行，除了对年收入偏低家庭，予因100%的现金补贴，桑切斯也宣布限制储税期户，对通勤族的车票补助也延长12个月。这个补贴甲优惠，说明到底敢要认同，都要看一年了后的大选结果了。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民进党伫9合1选举选输了后，提出检讨报告，伫今日也出来了。检讨小组的召集人郑文灿表示，这中间选民甲少年人选票的流失，变作是选输的关键。论文事件处理了无好势，而且这误导政绩和治安事件应变，拢对选情不利。民进党的检讨也会回应民意做出改变。民进党9合1选举大败，前汤市长郑文灿是担任检讨小组的召集人。28中常会是提出检讨报告，其中内容是指出讲，民进党伫处理乌金争议和重大的治安议题，造成外界执政不利的疑虑，中间和少年选票走去是关键。郑文灿嘛点名曾新德市长林志坚的论文争议，影响少年人对民进党的信任。本案没有办法及时止血，没有办法设定停损点。也加深了这个民众对于我们处理方式的不满，包括年轻族群对民进党的信赖，也外溢到其他的选区，这也是对选情的一个重大影响的议题。伫外界批评初选制度，郑文灿表示讲，成为疫情击败提名伤晚，未来会考虑到辞呈，提悬党的信任度。另外，抗中保台防做负面标签的操作，网红认为讲是败选的另外一个原因。但是，敢要调整论述，代理主席陈其迈认为讲，确保台湾安全更重要。在野党也一再的利用他跟所谓的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来进行一些政治的操作。我相信，怎么样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能够确保在整个国家的不管是各方面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繁荣发展，这个非常重要。民进党在检讨除了速度来的党主席选举，重点会放伫台北和南投的立委补选。南投县的部分有3个人有意愿，经过沟通协调了后，会由前立委蔡培慧来出征。暗算后礼拜中常会就会通过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日本参议员的访问团，也讲到国内义务会恢复出1年。蔡英文强调，台湾会甲美国、日本、欧盟等理念相爱国家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日本的参议员也肯定这项政策，表示家己国家家己来防卫。美国白宫加在台协会 AIT 拢表示，这做变的政策代表台湾有想要自我防卫，美国这边也继续帮助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开完兵役延长记者会期间，总统蔡英文接见日本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敬宏成深夜安排派的访问团。蔡英文除了表示台日友好的深厚友谊，面对共同威胁，即摆恢复义务役1年制，也是要让国际看到台湾守护区域和平的决心。将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并强化训练的内容。未来台湾将跟日本、美国、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创造繁荣发展。蔡英文特别点名美日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强化甲盟友合作，尤其日本这几年来修订国防3文件，增加国防预算，重视台海和平，对台湾兵役延长。蔡培慧谈这政策，石敬宏成也有高度的评价。即摆是要甲台湾就相关议题进行深度讨论。戦闘機のシェルター機能の強化やミサイル機能能力の増強などですね、台湾が自らの国は自らで守るという決意と行動を明確に示されていることを高く評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美国在台协会日前暗时也发文对兵役延长表示欢迎，认为这宣布显示台湾对自我防卫承诺，各强化合作能力。北京发言人也同款回应是欢迎，重申美方会依照台湾关系法甲这中国政策的承诺，继续协助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记者综合报道。
咱的政府是加扣4500亿的税金，真侪人是希望讲会当幸福老百姓。那赢立委是建议讲，一个人发1万块的现金上界实际。不过赢立委是认为讲，这现金应该发予一年赚无120万的人，这寡人才是有需要的人。财政部代理部长梁清华表示，行政院有指示，针对疫情过后的振兴方案，目前还搁伫咧讨论。今年扣税收支比有期好，各界关心敢会将税金害予民众。早起财政部代理部长黄清华表示，目前正在跨部会讨论中，就相关的情势做一个检视跟检讨。那我想相关的问题，我想在那边应该会做充分的讨论。会就刚刚讲的这几个面向，那会跨部会来讨论。针对海税移民议题，财政部甲经济部拢无愿意透露相关细节还是方向。不过，朝野立委目前也拢有无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普发现金，也是推出像过去类似3倍券还是5倍券等振兴券方案。振兴券什么券呢？很多人也不晓得怎么用，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弊端丛生，所以还是最直接的就是一人发1万块。上一次5倍券呢？光那个印的成本呢，就20几亿耶！你认为应该发现金，还是再一次的什么几倍券？这个我想这个会通盘来考虑了。你就针对年收入120万以下的3等份、4等份、5等份的这一群人，来进行现金的发放。强调，无论是现金还是振兴券，拢会纳入考虑方案中。有计将第29个国安高层会议中讨论，加对外公布讨论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这达文西手术因为空喙细、复原紧，真侪病人拢会选择这款手术的方式。不过这费用是真悬，爱家己来负担。健保署宣布，包括甲这肝、肺、肠啊，要求挂掉等17项的达文西手术费用，未来会入去健保给付，上紧伫明年3月初1就会公告施行。达文西机械手辅助手术最近几当是定用伫个必照科，超过外科才临床治疗，那会当互手术的时间较短，佫会当减少出血量。健保署宣布，未来7部分肝的手术等17项达文西手术，拢算健保范围。你用不同的那个器材的时候，那个额外的在目前来讲，因为健保的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每个民众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至少在这个原来应该在健保署你开刀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给付。过去因为使用达文西的手术的方式的话，会进入到自费，会大部分都用自费来收取。那现在是有一些就已经纳入健保，那这样子的话对民众是有利的。是着现挂国外科含医综学会等等几啊个医学会建议，健保署决定甲肝、肺、肠等等17项达文西手术，未来拢放入健保的范围。其中上侪人用的加精微直肠切除术，会当互病人省97000；正贵的12指肠切除术才手术，上侪会当省16万。另外部分肝的切除手术嘛会当省58000。明年3月初1开始实施，大约1000人会当受惠。我现在对整个台湾的医疗的科技的进步，应该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我想对整个台湾的外科医师来讲的话，他们会更想说是善用新的工具去提供给民众好的一个治疗。现在上路了后，健保每一档爱加支出大约8400万左右，但希望提供民众愈来愈进步的医疗技术，嘛，互看病的负担会当较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昨有民众过车路，煞互公车撞死。一对少年的爸母塞到这婴仔要过车路，煞互一台公车撞到。这妈妈含查甫婴仔送病院，医院是救无回来。这个爸爸是轻伤。早起公车司机也出面回失礼，这位司机接受侦讯了后，以10万块交保。下仔车轰弄了后，喙骨也片，大人的目镜甲拖鞋落伫边仔。台中市27暗11点左右发生重大车祸，一台公车经过北区学术路倒越英才路的时，技术无看到一对翁仔某刹下仔车行伫旁边线，直接弄落去。一岁查某囡仔甲母亲当场无喘气心跳，送医急救当伤宣告死亡。查甫囡仔父亲只受轻伤。我车这样的他在我后面，我这样弯的时候，我看不到他，他在我后面这样过来，然后就我正好弯过来，正好跟他这样碰到，
公车司机是同一个方向过来，然后直接左转，然后他是有打方向灯的，然后直接从左前方撞击过去，然后左前轮可能有碾到。查某囡仔的父亲是伊拉克籍，有外交居留证在台依亲。伊表示，迄当时甲家后生出门食物件，行程专用号志，显示还有10几秒的时间，想要到家伫斑马线突然火车龙。他一开口就说他没有看到我们，我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说他没有看到我们，然后所以我才看到3个人，没看到4个人，他说都没有看到。出车祸司机向被害者家属鞠躬，跪落来回施礼。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到病院探视受伤的查甫囡仔父亲，也慰问家属，佮答应市府会全力帮忙厘清这件交通事故的原因佮责任。目前，肇事车辆予警方查扣，公车司机当接受调查，详细事故原因会由交通大队事故处理组分析检判。检方伫侦讯了后裁定10万交保。本案警方正积极调阅附近的监视器影像，以厘清发生经过。详细的事故原因将交由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组后续分析研判。公车龙行人造成2死1伤，交通部早期表示，要执行公路总局要求运输业者车辆经过斑马线进前爱停落来，以同理心尊重行人。短期来会用执法来改变赛车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寒流是一阵一阵来，因为这天气冷，菜色生长的速度有发较慢，这产量也减少啊。云林西螺高菜市场的这菜色批发价1公斤呢是起到35块，价钱是真悬。按算这菜价会一直贵到过年。透早来巡田水，这个油菜若正常咧大，已经会使收成送去市场来卖。不过，云林西螺农民表示，因为受到这几阵寒流的影响，地区菜色成长速度慢，采收也延后7日到10日。即马拢爱高啊喂！哎呀，你个热天拢超1个月左右啊，寒天拢啊加超几礼拜。啊，个是袂大，毋知是啊菜会较少。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受到11月份高温的影响，产地出现白虫害，为少农民家己种短期的菜，大好佮拄到这半个月几阵寒流，菜色成长速度未复发，好果菜市场菜叶大卖价起到平均1公斤35块。有的850啊，有的差不多700桶的，原的差不多差100公吨的。过年菜可能会稍微涨一点哦。因为反正因即马无菜啊。因为菜价高嘛，那你当然民众买的话又要再高一波的，就通常就会比较高。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受到最近天气寒影响，平均的菜价维持1公斤30块到35块，价钱比往年同时间搁较悬。因若当时才会当稳定，搁来观察气候甲产地菜色成长速度，预估伫短期内菜价继续贵。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差不多有5万外的停车格啊，其中大概有9000架是无收钱的，不过向定占用，也发生真侪纠纷。调管议员表示讲，有一寡车一停就停了规半冬，当作是私人车位置的使用，因也建议讲，就要透过收钱来改善这款乱停现象。工作人员将拄仔倒落安稳图铺好平，施工地点就伫咧高雄凤山北新街39巷内底。边仔4个免钱的公有停车格，互订了真侪施工的工具，有当时阁有安稳图车停的，造成民众无通停，引起抗议。这是因为隔壁的地主要施工，施工之后施工前先请他们先不要停放，因为怕这水泥车来会损到他们车辆。根据了解，施工的人是边仔私人土地管理员，因为常常有狗伫边仔的草仔内底大小便，互附近拢是臭味，才决定整理。管理员嘛表示，巷仔伫咧市场附近，阁有徛架，以前无停车格的时阵，就有车一停几啊冬；有停车格了，因为无收钱，真侪车同款一停半冬以上。没有鸽子的是这样，有鸽子的是这样啊。那你像这样的话，停管单位他们因为没有收费，所以说他们也怠于怎么管理嘛？既然不收费嘛，这个是我们感觉到对社会上不公平的地方嘛。要停6、7个月，
啊，像迄只停6、7年啊，拢清走啊啦。其实全高雄5万几个停车格当中，有9140架无收钱，占总价为大约1/7。但无收钱嘛，造成这寡车格常常引起民众占用抢位顶纠纷。民众希望交通局等单位会使透过收钱来处理占位的问题。对此，交通局表示会考虑停车状况、使用率等状况来做通盘的检讨。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高雄凤山海公里的里长当选人张翠萍，伊本身是伫咧国军病院上班，本来是廖准讲做里长是袂受到影响，不过后来发现讲伊上班的国军病院有规定，袂当伫外口兼职，落尾是决定这里长无要就职。这是高雄头一届有这款的情形，民政局会请内政部解说，看安怎来进行补选。徛在边仔大满足会话，高雄市凤山区海公里的里长当选人张翠萍，即摆摕到800外票，毋过伊个煞无就职，因为伊当时也是高雄一间军病院的护理师，受国防部利用条件的限制，约聘人员袂当兼职，所以伊选定放弃里长的职位。这比较多钱那边也比较多那边将来也有退休金了你这个里长是不是这一次选上4年后还要再重选？隔了1周的时候。那军方的单位、服务的单位啦，就跟他讲，他说可能有这个营外兼职的兼差的问题。当选人原本想讲里长会当兼职，不过煞无注意到军病院袂当兼职的规定，为着要继续服务选民，伊按算请捌做过2届里长的翁婿参加补选，不过一寡选民无认同，因为安尼决定想过凊彩。这个之前就应该想好，因为选里长跟选市议员之前，应该他们2个夫妻俩就要计划好。怎么突然就对这些投了这些票的人去看，当然失望了。是有规定到里长辞职、去职、死亡等情形，还要办理补选那就没有讲到未就职这个部分了。民政局表示，里长是义务职，无规定袂当兼任。全市目前还未就职的里长有3位，其中2位是就职进程的过身。目前海公里会先由理监事代理里长的职务，待内政部确认了后，若是需要补选，会伫3个月内办理。补选的费用初步估算是3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明年是台南建成400年，目前有一寡考古计划，也希望讲会当更加了解这400年前的历史。最近伫西拉雅的小人古社，就挖到4000多件的文物，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用那个考古架在那边。即马伫台南的家里有一区田，内底台南文资处甲城大考古团队真拍拼咧挖，因为根据文献的记录，这过去是西拉雅小人旧社的活动范围，过去就真侪考团的历史，所无实际去挖过。因为即届开挖成果袂歹，有挖出超过4000件古物，其中嘛包括较罕见的车灯羊啊。在这一次的发掘中，有出土了数颗的青铜铃铛。据族人表示呢，这可能是运用在西拉雅的传统服饰中。那因为台湾是不产青铜的，所以呢，这也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西拉雅过去跟这个外来者去进行一个贸易的交流的一个证据。即届出土的文物，其中有真侪螺仔瓮、沙龟啊、手骨等等的，嘛有未少鹿仔骨、顶冠果、草灰搭、补头蘸过分食，判断迄阵可能是要摕来食的。因为这项考古行动，佫有邀请西拉雅青年甲在地民众参与，透过考古，望互在地人有机会了解，佫讲出家己的故事。我们找到了过去只有在口述传说中所出现的这样一个骁龙的旧社，透过实际去接触到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物质文化遗留，希望西拉雅人可以有机会透过这样一个考古的发掘，去诠释他们自己的历史。台南2024年就建成满400档，尤其西拉雅族，佫是台南这个土地上重要成员。台南400年强调无同的族群伫这个土地上的受拄、贡献甲共存，希望透过多元的观点，找出更较侪有关咱祖先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国中南医甲台湾博物馆，也有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合作，运用数位科技举办台湾意象展。展览的内容除了有17世纪外国人伫台湾留落来文书资料以外，也透过互动科技展现台湾信仰的风俗，也有咱人文生活一直咧改变的面貌。刀仔顶面一盘一盘台湾传统料理，边仔机关刺落，佫会换新的菜式。
鼓励各国人民运用数位科技，甲台湾生活信用，佮有早期原住民的相关记录斗做伙，举办台湾意象的展览。这样的一个展览能够台湾这个社会发生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故宫的里面的藏品其实台湾这个部分是非常弱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有限的里头，如何能够跟其他的台湾其他的博物馆把它联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联合的展览。这届展览除了有台湾社会记录，策展单位嘛提供真侪早期外国人记录台湾的文物，透过浸水池的剧场配合 AR、VR 科技，参观者会当体验台湾的艺术人文甲地理风貌。除了第一档的这个浓缩版的展览之外，我们还有2个新的展区。那它是一个这个台湾意象的2.0，它不是旧的展，它是一个全新的展览。这届展览为12月27等到明年8月27。故宫表示，每一个国家拢有特定的意象，台湾意象展2.0新增加真侪内容，希望让大家知影台湾为较早到今意象的缘由甲转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在泰国野外会当讲是绝种的红头鹤，经过30多年的人工培育，目前还阁伫咧强被绝种的名单内。最近当地有13只红头鹤野放，保育人员也希望讲，伊会当等到大自然顺利脱种。13只人工培育的赤颈鹤脱离人的束缚，展示飞向哪天。泰国保育人员最近伫东北部这个湿地保护区野放当地特有的赤颈鹤鸭种，吸引不少民众甲囡仔同齐参与。这种大型的鸟类，规身的毛是浅肤色，头壳是红色，身长会当达到180公分，体重达到7公斤。最后一摆伫野外方发现的是伫1968年，最近半世纪会当讲是特别灭绝啦。บ่งบอกได้ว่า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อยู่ตรงไหนก็ได้ที่มีแหล่งอาหารสมบูรณ์แต่ปัจจุบันในการลุกลามและก็ทำ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ในวงกว้างเนี่ยมันส่งผลให้พื้นที่ที่อยู่ของเขานี่ลดลงนะครับ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แล้วก็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แหล่งอาหารที่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อะไรพวกนี้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ต่อการขยายพันธุ์ของเขาด้วยมันก็ส่งผลต่อการสูญพันธุ์1989年，泰国政府甲动物园参联合国共同展开保育计划。22年了后，第一批赤颈鹤回归大自然，到今已经有100多只成功野放。这寡得到自由的赤颈鹤，拢有晶片甲标签，方便后续追踪。保育人员表示，目前大约只有6-7成会当伫大自然中活落来，也需要提升咱人的保育意识，共同维护因的生态地甲环境。ณปัจจุบันนี้ทุกคนเห็น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ว่าเป็นคนพึ่งนกคำว่าคนพึ่งนกก็คือนกเนี่ยจะไปดึงดูด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ข้ามาในพื้นที่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แห่งเดียว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นกกระเรียนพันธุ์ไทยเนี่ยดำรงชีวิตอยู่ได้แล้วก็ขยายพันธุ์ด้วยตนเองได้目前泰國赤頸鶴有源第2瀕危動物，保育人員希望民間共同打拼，讓因早日脫離強被絕種，也讓後代會當繼續欣賞因佇田野之間垂食優雅身影。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这些料理高级的食材鱼卵醬，外界拢認為講，這大部分攏是羅西亞出產的，也因為這戰爭有消費者發起抵制，即馬是銷無路。對波蘭的廠商拍拼宣傳，希望消費者來認捌波蘭的魚卵醬。这一粒一粒用新皮的魚卵做出來魚卵醬，是西方高級料理定定會出現的食材。而且，若講到魚卵醬，大家就會直接想到羅西亞。羅西亞的魚卵醬確實是上有代表性、上出名的，但是迄是伫過去，即馬的情形已經無共款啦。伫波蘭東北部這個大型的魚塭啊，專門伫飼要用來做魚卵醬的新魚。事實上，波蘭即馬已經是除了中國以外，全世界生產魚卵醬排名第2名的國家。參像阿拉伯國家、美國、法國，真濟米其林餐廳攏是用波蘭生產的魚卵醬。但是自從羅西亞發動戰爭，攻打烏克蘭以來，所有生產魚卵醬的公司攏去走着紅台買。真濟消費者為着要抵制羅西亞，都無愛閣買魚卵醬。波蘭一間雜貨仔店的頭家，魚卵醬攏賣袂出去，感覺真無奈。Люди питають ще, skąd kawior jest, tak? Chcą zjeść dobry kawior, ale nie chcą jeść rosyjskiego. 波蘭一間真出名的魚卵醬公司就講，其實因為過去掠傷濟，佮加上水質污染，原本佇裡海甲烏海的新魚數量已經真少，
所以即马大部分的新鱼拢是生产国家家己在地用人工饲的，根本甲罗西亚完全无关系。Tak naprawdę większość producentów kawioru na świecie aktualnie walczy z mitem kawioru rosyjskiego, bo tak naprawdę gdybyśmy zweryfikowali puszkę, która opatrzona jest jakimś napisem Russian Tradition czy Russian Master, tak naprawdę ten kawior nie pochodzi z Rosji. 虽然产品受到战争牵连，但是波兰的鱼卵酱公司认为，危机嘛是一种转机，希望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啊，互消费者了解，鱼卵酱已经毋是罗西亚专门伫生产的，波兰的鱼卵酱才是高品质的保证。记者感恩编译。讲到法国的葡萄酒是世界有名，这2年这无酒精的葡萄酒也真流行。咱来看法国巴黎最近就有专门店，卖一种啉起来无酒味，而且内面无酒精，颠倒阁有葡萄酒香气的红酒。这个店员拍开酒罐仔，倒入酒杯内面呢，看起来就亲像一般的红酒，但是试啉看卖，马上会互人感觉真意外。Moi, je trouve qu'il sent vraiment le vin. Il sent le vin. Il n'a pas goût de vin, mais il a des tanins, ce qui est assez étonnant parce que. 这是最近伫法国巴黎新开幕的一间店，店内面所卖的，无论是红酒、白酒、麦芽酒，全部拢是无酒精的，是全法国头一间专门伫卖这种酒的店。头家讲，伊2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拢关伫厝内，无甲朋友出去啉酒，自迄阵开始决定要改酒。伊嘛发现伫法国找无这种专门伫卖无酒精的饮料的所在，所以规气家己来开一间。想袂到店才开无偌久，就非常受欢迎。原来会想要啉这种无酒精的酒，有这种需求的人客，比伊想的搁较侪。Là, c'est très bon et ça m'a rappelé les souvenirs que j'ai du champagne, boisson que je ne peux plus boire. Donc voilà. Donc on n'est pas encore à nos objectifs, mais on est très content du début de l'activité, surtout des retours des clients en fait. On sent vraiment qu'on répond à une demande qui est très forte et donc ça nous encourage vraiment pour la suite. 事实上，最近这种无酒精的葡萄酒愈来愈受到欢迎。去年全世界的市场成长差不多24%，但是比较起来，法国才增加4%尔，可见法国人还是较爱啉有酒精的酒。不过专家认为，即卖的人愈来愈重视健康，在这种风气之下，无酒精的酒类在法国的消费人口一定会慢慢啊增加。记者甘恩编译。所以观众朋友来看明仔天气。客人到新竹对13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1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9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